会结束了。伊讲除非我们的盼望是开放性的，否则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。什么叫做开放性的？就是讲，不是干那属于这个世界尔，不是干那是这个有限的世界那尔。等咱的愿望来当跟上帝的计划结连，你就会发现，根本不是你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完成的。迄个愿望会一直伫遐，到咱死之前，咱虽然是迄个愿望在行，啊，毋过咱无一定看会到。我有讲清楚吗？好，所以咱再来看他讲的，不是顾念看得见的，好，是在伫迄个看袂到的、未看到的，好，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，看袂到的是永远。如果各位兄弟，咱的愿望，敢若是伫这个世界那尔，那就真的是暂时的，会有终结的一天。基督徒当咱的愿望是甲上帝大计划结连的时，那就真的进入永恒了。就亲像希伯来书11章在讲的，伫旧约圣经有最愿望。最相信上帝的人，因到死拢安那，拢无法度看到因所愿望的。啊，毋过因伫世上所行的，煞的确是上帝所欢喜的。转去下段迄两句话，伫世上所行的，是互正人得到利益，互上帝的名安那得到荣光。他们虽然到死都还看不见上帝所应许的，所看不见那个盼望，他们所盼望的，可是他们的生命，因为性命是得到上帝的欢喜的。所以莫特曼的盼望神学有一寡解说，伊讲事物发展的终极可能性，不是由事物以本身来提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就是说。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，咱伫这个世界，咱的气力有限，咱的性命有限，时间有限，咱的一切资源拢有限，所以咱的愿望，若是要有大的变迁，不可能是由我们人自己达到什么改变，因为咱是有限的。那个可能性一定是外在的，一定是对我靠来的。所以真正的可能性是那个质的转变才有可能，就是咱人的性命的改变，那个质的改变才有可能，不是原本的那个人可以发展出来的那个盼望。好，我们现在。当然，那个生物学就很清楚了。如果用古早的比喻，就是你哪看这只毛毛虫，长大会变什么？没有啦，变大的毛毛虫啦。可是它忽然变成包起来一个蛹，然后变成蝴蝶，哇！你就会认为它是什么？质的改变了啊！当然了，你现在读了生物，你知道不是。好，就是讲。你若要有迄个真正愿望的心甲水，不会由你本来的那个值可以改变，一定得有外在的力量。那咱若基督徒来思考的是，一定要有上帝的力量，一定要有上帝的介入。这个值的转变不会是自身转变，但是迄个事物、人事物。自己不会做质的转变，一定是外在的力量予伊转变。好，所以莫特曼的盼望神学是咧讲啥？注意听哦，就是讲上帝伊照着耶稣基督这个事件来参与这个世界，伊要表明一个事实，他要表明一个事实，就是讲这个世界
的走向，并不是完全是从过去来决定的。人基于对上帝的愿望，是有可能做出改变的。各位兄弟，以个人教会做一个例，个人教会若要真做上帝所欢喜、合伫上帝心意迄个真正健康的教会，这毋是咱家己、咱遮的会友，照咱即摆的状况，会当去达成、去成就的，是必须甲上帝结连，得到这个外在的力量、信心的帮助，咱的性命转换，才有可能，互这个教会真做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真做是迄个植下伫迄个永恒的愿望的迄个教会。各位兄弟，重点就是在质的改变，迄个质的改变。咱人无法度迄个质本质上有改变，人无法度，除非咱甲上帝有结连。很可惜的。今嘛众教会、台湾正教会都比较不重视质的改变，比较重视什么？哎呀，你们都知道，比较重视量的改变，这个是完蛋哈，这个是完蛋哈。量变也会带来质变，通常都是品质变不好。哈，迄个质若要更新，若要真正转换，真正就爱。看迄个，看伫迄个未看到的所在，未看到的部分，那是看不见的。可是量是看得到的。哦，我很担心咱的长老教会哈，150年来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。哦，咱即马拢干那要看迄个量人数的增加，干那要算迄种101新倍加。刚才要玩那个幸福小组哦，要互教会的人数增加，这不是咱基督教信仰的核心。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还是那个质的转变，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事件介入这个事件，伊要感谢这个世界，就是要造成迄个质。迄个本质的改变，看下这是痛苦的，毋过这是一定要做到的，一定要做到的，不是顾念那个看得见的，是要顾念看不见的，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，看袂到的是永远。咱需要。不断的更新，才会当迄个质的改变。啊，重点是，各位兄弟，咱有愿望无？我们有没有盼望？更重要的是，更加重要的是，咱的愿望是不是甲上帝的大计划有结连？如果我们的盼望也只是此世的盼望，那终会有终结的一天。你讲啊，我们来盼望古亭教会明年怎么样？啊，人数超过300人，好不啦？好不？哦，真好啊，袂歹啊。这种盼望是什么？是看得见的，也消无的。啊，毋过咱若是愿望讲，固定教会要真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迄个质的改变的教会，我常常咧讲的，要来真做是一个试吃品、试食品，放伫即个社区，放伫即个世界，
互四周围的人来担迄个上帝国的滋味。各位兄弟，这个跟量没有关系，这纯粹是什么？质的改变。这确是真实教会爱去注重的，迄个质的改变。什么时阵固定教会会当真做一个试吃品同款，放伫这个社区，放伫这个世界，互所有会当经过的人，甲咱有关联、有职责的人，会当伫咱的身上食到上帝国的香味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教会就有价值啊！这个教会就值得了啊！这个是不是很美的盼望？怎么你们都这个脸啊？这不是很美的盼望吗？这水唔忙。今嘛星期二的查经班在查约翰福音，啊，雅福德论下午的讲道也在讲约翰福音。哎，星期三的也在讲约翰福音哦，难得好几次个，咱的查经班是赶快的哈。不然以前我们的查经班都查不一样的，累死人。约翰福音，耶稣有一个对头到尾有一个介清楚的概念。伊甲伊的信徒甲世界讲，这个上帝是看袂到的，是不是？上帝看得到看不到？看不到。耶稣讲，这位上帝是看袂到的。啊，不过你若看我。你们看我，耶稣说：“你若看我，你就知影这位上帝。”哇哦！耶稣有没有很臭屁？耶稣说：“上帝看不见啦，可是看我就等于看到什么？上帝啦。”所以耶稣的表现怎样呐？爱好不？好到一个地步，水到一个地步，人看到耶稣基督，讲：“哦，这是上帝，是吧？”约翰福音到了后面14、15、16章，到后面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他预言，伊甲伊学生讲：“我会怎么样？我会死啦，我会复活，然后我会怎么样？我会升天，我会离开你们。”伊讲这个世界就无法度搁安那看到我，这个世界将再也看不见我耶稣基督。各位兄弟，只能看谁？看谁啦？看上啦！耶稣说，上帝是看不到的，可是你们看我，那就看到上帝了。现在耶稣看不到，对不对？耶稣是看不到的。咱基督徒要不要站出来说什么？耶稣是看不到的啦，可是你们看我们，你们就看到谁？就看到耶稣了。敢不敢讲？各位兄弟，敢不敢讲啊？这是使徒行传耶稣的要求啊！耶稣讲：“你爱做我的见证啊，爱对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你要当我的见证人啊！”就是讲，各位兄弟，咱这个信用群体的行做，互世界看到，就那亲像看到什么人？耶稣，有法度。耶稣其实伫约翰福音讲得清楚的，伊讲：“我安怎听恁，恁就知安怎相听，是不是？恁爱相听，我安怎听你，恁就安怎相听。恁若有相听，世间人、众人要对安尼认出什么话？认出你们是什么？耶稣的什么？”学生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是这个道理。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变成很多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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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世界就认出什么？你们是我的门徒，是这样吗？
你要变成 mega church、mega giga。国联教会爱加罪1000人、1万人，然后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学生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三听是质的改变。耶稣讲：“恁爱三听，恁若有三听，这个世界认得出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”各位兄弟，我们不要再把我们的眼目停留在那看会到的，好像人很多，最重要，介好介水，不是停伫遐。咱要停伫咱的质，我们的质跟上帝连结，迄看袂到。啊，毋过当咱安尼在拍拼努力的时阵，咱知影，咱虽然外口的身体渐渐败坏，啊，毋过咱内面的快乐日日更新，我们会越来越年轻。我又想到那个矮墙，好，各位兄弟，有这个5万无？有无啦？啊，你不要跑去跟人家说，啊，我们那个陈牧师说那个人不重要啦，人数不重要，人少少就好。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要把人数的增加当作教会的目标，安尼一定会歪错。教会人数的增加是一个现象，它是一个现象，它不是目的。这样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听懂？好，现在人家都会误会我讲的，一下说这个陈世豪牧师是不传福音的牧师，是不注重人数的牧师。听清楚，人数的增加不可以是目标，那是一个现象。这个群体若健康，人数的增加，啊，不过无限时，没有在一定的时限，它会是一个现象。不过它不是我们的目标，好吗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咱剩下的这位，拢有这水的5万，结连伫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这些个爸，阮真正感谢，阮是无同款的群体，阮。